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7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俄货馆。大家还记得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火遍大江南北的、火遍1、2、3、4线城市的俄罗斯商品馆？想必大家还有印象，大街小巷都支着这种帐篷，平地多了很多小商铺，全部卖俄罗斯商品馆。当然了，名字不一样。那现在大半年过去了，这些俄货馆到底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南京新闻。昨天晚上有一篇报道，叫多地俄罗斯商品馆倒闭，有人半年亏100万，在营业门店日入不到2000元。实际上，俄货馆目前这个情况，恐怕大家也能发现，现在远远没有去年年底或者是今年春节期间那么火。热度明显已经下去了，甚至有的大街小巷已经看不见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我们来看看这个南京新闻它是怎么报道的。从遍地开花到急速退潮，多地俄罗斯商品馆闭店。今年以来，多地俄罗斯商品馆迎来闭店潮。来自长沙、成都、杭州、广州、重庆、苏州等多地的消费者向记者反馈，家附近的各类俄罗斯商品馆接连闭店。恐怕咱们网友看看身边也是这种现象。去年12月刚开业那会儿，店里挤得连转身都困难，收银台前队伍一直排到店门外，等结账至少要半小时。但春节过后，明显感觉顾客一天比一天少，到3月份已经门可罗雀。上周经过时发现已经关门了。一位长沙消费者向记者描述道：“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受访消费者均表示，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见证了俄罗斯商品馆从走红到衰落。南京记者了解到，相关门店的经营时长大多不超过半年，一些门店甚至不到3个月便已闭店。3个月就闭店的，我感觉是大多数。以我观察，实际上这个俄罗斯商品馆也就火了2个月，后面好像就慢慢的没有动静了。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一些仍在维持营业的门店，也处境艰难，濒临闭店。也就是现在还在开业的，实际上也是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随时等着闭店。南京记者走访多家俄货馆，发现大部分门店都挂着打折标语，即使在客流量最旺的晚高峰，店内也只能看到零星几个客人，客流量也大不如前。这个记者调查说，门店员工透露，过年的时候生意特别好，现在天气热了，生意不如从前，一天营业额做个1、2千。我们8月份还会翻新一下，到时候生意可能会好一些。现在生意不好跟天气热没关系，是这一波风口过去了。如果判断失误，什么8月份还重新装修，还要大干一场，那简直是错上加错，死到临头都还不知道。此外，还有俄货馆打出了全场3折、清仓甩卖、亏本处理标语，门店内货架上商品寥寥无几，大部分区域已经清空。现在这个风口已经过去了，客流量锐减。目前我店里的货都是买1送1处理，但还是很难卖，后面的肯定也不再进货了。也就是现在你看打折，买1送1都卖不掉，什么原因咱们后面再说。这个店家说，好在我存货不多，等清完这波库存，我就准备转型做其他生意。安徽某俄罗斯商品馆老板老纪向记者坦言，这个才是正确态度，就赶紧把货甩掉，赶紧收摊啊，止损。这个报道说，有人半年亏损100万，在营门店日入不到2000元。不到2000元什么概念？就是1个月营业额不到6万，这个比那个小区里面的小卖部还要差一点。去年年底，以熊为标志、蓝白色为主基调、俄罗斯产品为卖点的俄罗斯商品馆席卷全国各大城市。这个现象咱们节目也介绍过。彼时，多个俄罗斯商品馆连锁品牌在国内展开加盟招商，其中包括俄比熊、俄满多、俄仕克、俄货优选。他们不光分布在上海、杭州、成都、深圳等1、2线城市，也在市县地区快速下沉扩张。
连北京都有很多，连北京以前北京是最严禁占道经营的。后来我看北京好多地方，这个大马路上都支起了俄后馆，足以说明这些加盟店能量是非常大。北京是最反对这个叫什么摆摊儿。实际上，这个俄后馆在很多城市它属于摆摊儿，它就在那广场上或者在什么支个帐篷啊，这种叫俄后馆能在北京大街头开，说明它能量不小。此类门店以原装进口为核心卖点，主营休闲零食、面包、饼干、奶制品、套娃、生活日常化、日化等俄罗斯特色产品。店内随处可见战斗民族、硬核好物、乌拉等标语，俄罗斯味儿十足。但是短短半年时间，曾经风靡一时的网红店正如潮水般退去。这个老纪告诉记者，我们店是去年12月初开的，前3个月日均营业额能达到7万，巅峰时期月营业额最高达60万，而现在一天卖不到2000元，算上人工、水电、装修，总体是亏损的。也就是他高峰的时候一天卖7万，一个月能卖60万，就这样算下来，现在也是赔钱。具体亏损金额老纪并没有透露，但另有加盟商告诉记者，去年年底投资的店，短短半年时间便亏损超过百万。也就是说，去年抓住第一波的，赶上风口的，恐怕能赚钱的也没几个。这后面如果越往下坚持，亏得越多。俄罗斯商宾馆的经营危机始于今年年初。据老纪回忆，当时网络上突然涌现大量仿冒俄罗斯商品的负面讨论，导致销量直线下滑。虽然部分俄罗斯商品确实存在口味过甜、不符合中国消费者偏好的问题，但最致命的是舆论风向的突然转变。这个我觉得老纪这说法只是看到一个表象，舆论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也就是说啊，你这个俄罗斯商宾馆，你卖的东西是舆论的基础。如果你真的是性价比高、有特色，那舆论只会往好的方向，舆论只会给你添油加醋，起正向作用。那舆论起负面的作用，那说明你这东西有问题。这个老纪还称，小城市的店铺受影响相对较小，大城市的店铺受到冲击更为严重。这也是俄罗斯商宾馆在1、2线城市会迎来闭店潮的原因之一。那为什么俄货馆开不下去了呢？俄罗斯商宾馆大面积退潮，核心问题在于初期经营过程中存在大量货不对版的情况，部分门店打着俄罗斯的名头销售不少商品，却产自黑龙江等地。2024年12月，南京记者在俄罗斯商宾馆虚实调查大列巴东北厂，毛利最高达60%，有品牌计划5年开1000家店。这个报道中揭秘了俄罗斯商宾馆的商品构成，其中俄罗斯进口和国产商品占比大概80%、20%，也就是说，火腿面包、部分奶粉都是东北生产，其他为原装进口。以多家俄罗斯商宾馆畅销的卡秋莎牛筋盘肠为例，虽然包装上有大量俄文，但他们的商品条码以69开头。大家知道吧？这每个商品都有它的条码、商品码。商品码69开头的一般都是国产，产地就是中国。而这些虽然写着俄文，让你一看以为是俄罗斯的，实际上它的条码开头是69开头。实际生产商位于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彼时招商人员还称，开一家俄货超市不含房租，启动资金大概在40到50万左右，整体的利润率在40%到60%，100平左右的门店基本上可以做到平均日营业额1万左右，快3个月，慢5、6个月就能回本。5、6个月回本，这是当时招商的时候宣传和测算。即便是按他这个理想状况3个月回本，那也是所有的货馆都在赔钱，因为他就没坚持到3个月。你要算到5、6个月赔本的，那基本上全赔本。部分商家通过俄式风格的装修和包装，将普通国产商品宣传为稀缺进口或高价销售，这种容易误导消费者的营销方式，也加速了市场热度的消退。1月8号，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再次对俄罗斯商宾馆门店展开检查，共检查相关门店
或掌位47家，立案6家。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对关注度比较高的经营主体资质、店招标语宣传、商品来源产地等问题进行了检查，对个别无证无照经营、未备案经营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责令停业。1月17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布提醒，目前俄罗斯国家馆在中国的官方地址仅限于在俄罗斯出口中心支持下开设的场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称，一些商店打着俄罗斯产品的幌子，销售假冒产品或非我国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不符合质量的要求，与俄罗斯生产的同类产品不同，但在包装上却使用俄文来模仿俄罗斯原产地。但是我们呼吁买家在购买产品时多加留意，检查产品生产地和有效期，以免买到失望的产品。随着俄货店的不断退潮，曾经的加盟商们被迫转行做起了别的生意，就连一些连锁品牌甚至也放弃了俄罗斯商品的路线。例如连锁品牌其官方账号去年年底还在推送俄罗斯商品的相关内容，但从今年2月开始就转做全球商品类目。但仍有一部分品牌在市场中坚持。一位俄货连锁品牌的招商人员告诉记者，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俄罗斯商品馆是蓝海项目。今年年初行业确实遭遇了断崖式下滑，但这恰恰是布局的最佳时期，因为该关掉的都关掉了，市场竞争不像年初那么大。我预计8月中旬后，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消费热潮。我们品牌本月已开了4、5家门店，下月计划再开7家，今年预计扩张到100家门店。这个是等着倒闭，这个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个是南京新闻关于俄罗斯商品馆目前一个现状。实际上我觉得很快所谓的遍地俄罗斯商品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这个遍地俄罗斯商品馆这个现象是一个意外，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个俄货馆当初一开，全国一下就火了？短时间内1、2个月里面，从1线城市开到县城，它反映几个问题，有几个原因。我们先说它为什么火，再说它为什么不火，就寿命很短，必然会失败。火的原因有这么几个，首先一个是咱们经济低迷不振，消费不振，很多经商的这些大家都在憋着劲在找项目，都在找机会，因为原有的事情都在萎缩，所有的不管你是干什么行业的都在萎缩啊，所以有一批人他就想找这个风口，这是背景，因为他们不甘于这个无事可做啊，他们想找投资机会啊。第二个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俄乌战争旷日持久，网上俄罗斯对乌克兰这种新闻宣传报道特别多，不管是支持俄罗斯的还是支持乌克兰，在网上这个确实这热度是不是比5年前谁要说乌克兰谁要说俄罗斯没有那么多人关注？所以俄罗斯乌克兰这些素材因素符号在网上热炒，成为这个热点话题，每天经久不衰。在这个背景下，突然有人实现俄罗斯自己搞的俄罗斯出口中心，他搞了一个什么俄罗斯国家馆，专门展示卖一些俄罗斯的特色食品，有人就发现了机会。所以说再加上因为卢布贬值，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原因，所以说俄货显得价格比较便宜实惠，经营俄货的毛利比较高。所以这3个原因，一个是风口，一个是大家都想找机会，一个正好俄罗斯乌克兰热，第3个利润比较高，所以一下就在全国铺开了。这个现象甚至让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引起了关注啊！我记得他好像对记者说过，说俄罗斯商品在中国非常畅销受欢迎。实际上他也被欺骗了，在中国畅销的不是俄罗斯的商品，而是山寨俄罗斯商品。那不管怎么说，这一下就火了。那为什么它寿命这么短，也就火了1、2个月？最根本原因还是它商品本身。刚才南京新闻也说了，这里面大量的以次充好，坑蒙这个消费者。它的商品有2种，一种是真的是从俄罗斯进口的，一种是仿冒，也就是产地是在中国，它给你的感觉好像是俄罗斯进口，实际上产地在黑龙江。这种欺骗消费者，这种事情你走不长的。我很有发言权，因为去年这个俄罗斯商品馆刚火的时候，我就去体验了，
我在节目里面说过，我专门去买了牛筋肠，后来我大失所望。我还买了酸黄瓜，我本来要买什么大列巴还是什么，反正那个猪肉我准备这个体验一下，结果它没有。所谓的牛筋肠，口感质量非常差。后来我一看，确实是黑龙江生产，那里面大部分东西都是黑龙江，都是国产的，你冒充这个俄货，这本身就是欺骗。这种生意你只能做一次，不可能有回头客啊。这种超市这种商品靠的就是复购，靠的是人不停的去买，而不是说我买一次没有下一次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真正俄罗斯进口的那些东西，你比如说巧克力，还有什么酒、伏特加那些东西不适合咱们的口味，你就尝尝鲜可以，什么巧克力那个太甜了，酒也是的，跟中国的白酒完全不一样，你就是偶尔喝一下可以。所以说，真正的俄货它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日常。只能定位在小批量的尝个鲜，所以说无论是真正的俄货，还是虚标的、山寨的、以次充好的，都决定了它走不远。这是跟它这个商品本身有关系。第二个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南京新闻说的，跟舆论有关系。因为咱们网上有人支持俄罗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支持俄罗斯的，有支持乌克兰的。当时有人这个传言火遍大江南北，开遍全国的俄罗斯国货馆，为什么能这么火？代表了政府的一些态度，是吧？政府要支持俄罗斯，是有这样传言吧？结果在网上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也很多支持乌克兰的，反对俄罗斯的，所以大家都抵制这个现象。支持乌克兰的，他就抵制咱们去买俄货，何况你这还是假冒伪劣，所以热度就直线下降。但是这也只是第二方面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第三个原因是根本原因，什么原因？咱们消费在降级，经济低迷，大家都是勒紧裤带过日子，都在存钱。所谓的俄罗斯商品馆火，那都是噱头，那本质上就属于大家尝个鲜。因为毕竟你买俄罗斯商品不太容易，当然你也可以在网上买，你可以在京东什么可以，但是像这种线下这种铺天盖地的这种冲击力啊，那跟线上还是不一样。当琳琅满目的俄罗斯俄文的这些商品摆在那儿，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所以会吸引大家去尝试一下。但这个仅仅是尝试，所以说你看，在现在消费低迷，这是大环境。你无论你是什么俄罗斯馆，还是美国货馆，什么馆没有用的，反正我们要蹭钱，对吧？我们不想消费，勒紧裤腰带。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支持不支持俄罗斯的问题了，是口袋不用数，这是大背景，消费降级。所以你说你俄罗斯馆还能火，这完全反常，这时候想多了。所以满大街的俄货馆，那必然是要倒闭。现在也坚持不了几个月，对吧？大家也经常说线下经济，线下实体店更难。这些开在什么商场旁边那个小广场上的这些俄货馆，本来现在实体店商场人就在减少，大家越来越愿意在线上买，谁还那么有空跑到这个俄货馆线下逛这些实体店，尝个鲜就完了。所以说抓住这个风口，投资的加盟的恐怕都是赔的裤子都没得穿了。你就是赶上这波风口，你也是赔钱。南京新闻报道，还有一些店家，还有一些投资人还在坚持，还梦想着年底会好起来。这简直是叫痴人说梦。他那一阵子已经过去了，火那一阵子就完了。你卖俄货不足以支撑你这个店，除非你是卖什么进口商品，全进口的，俄罗斯的、墨西哥的、乌克兰的、美国的、法国的。但是这种线下店，我记得好像好多已经倒闭了。上海不是好多连锁店、超市，不就是专门卖外国货吗？都已经关门了。你靠俄罗斯商品你撑一个店，你这简直是做梦。咱们虽然俄粉比较多，黄俄比较多，但是你要指着黄俄去支持，你想一想加藤老师的下场吧。加藤老师那拍的电影卖19.9都没人看。这不要看网上这个黄俄比较多，但是很多人他是误判，他看到网上有很多黄俄，好像支持俄罗斯的比较多，他以为我卖这些俄罗斯的东西，群众基础大呀，实际上他是误判。网上看上去好像是黄俄多，实际上黄俄不多。这第二个，黄俄他的消费能力有限，他连那个19.9的电影票他都不愿意买，他还要让加藤老师请他吃面，他才去看电影。加藤老师影视公司是个小微企业，哪请得起这么多人吃面？第三个，这些黄俄，他表面上看是支持俄罗斯，
但他支持那绝对是停留在嘴上的，他可不愿意真金白银的花钱去支持，那是不可能的，都是停留在嘴上，停留在键盘上面。所以你要依据这个黄俄的动向，被黄俄蒙蔽了，你去开俄罗斯山宾馆，那赔的裤子都没得穿了。加州老师已经是感受颇深，7000万粉丝的大 V 卖19.9块的电影票都没卖到100万，你说上哪儿说理去？基本盘就这么不稳固，这个加州老师基本盘就这么不靠谱，所以你指着黄俄来支持你买你的这么俄罗斯商品，这不是想多了吗？开一个实体店，你每天人员工资、那店租、水电、工商税务，你这成本得多高？这个短暂的风靡中国的这个俄货馆，就这么急速退潮，像极了这个大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恐怕也不过如此啊。表面上好像是这个关系很密，实际上从俄罗斯山宾馆在中国遇冷，大家还是能看出来，这俩国所谓的背靠背，所谓的什么友谊，那都是经不起这个口袋的检验。这也反映出大国人对俄罗斯没有那么迷恋了，没有那么崇拜，就是不是说所有人，大部分人。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